熊出沒注意，從國寶到頂級掠食者，你必須要學會的保命秘笈。熊係食肉目熊科 Ursidae 嘅動物，依家仲存在8種：大熊貓、眼鏡熊、懶熊、馬來熊、美洲黑熊、亞洲黑熊，包括日本月熊同台灣黑熊；棕熊包括北海道棕熊同埋北極熊。除咗澳洲、非洲、南極之外，主要分布喺北半球同南美部分地區。生態同特徵：熊係大型哺乳類，身形粗壯，四肢好有力，爪彎彎曲曲唔識縮埋，用腳跟行路，可以企直行、爬樹，北極熊除外。佢哋嗅覺勁到爆，比狗仲要強7倍，視力就一般般，跑起上嚟時速可以去到50至60公里。大部分熊係雜食，植物、果實、昆蟲、魚、肉、屍體都食。大多數鍾意獨居，除咗交配或者母熊帶仔。冬天通常會冬眠，體溫心跳都會降低，但唔係完全瞓死，母熊仲可能會喺洞入面生仔。到咗春天出洞就會狂食嘢補充能量。熊貓，大熊貓 Ailuraptor melanoleuca 係中國嘅國寶，黑白色毛超級萌，頭圓圓眼圈黑，好似戴咗副墨鏡咁。主要食竹，但其實佢哋嘅腸道仲係食肉動物嗰種，靠偽拇指、腕骨突化成第6隻手指，好靈活咁夾竹、剝皮。性格溫和，鍾意獨居，愛爬樹、滾地、瞓覺，成日懶洋洋。但其實佢哋係活化石級動物，已經進化咗幾百萬年。野外數量大概1800頭，主要喺四川、陝西啲保護區生活。大熊貓出世嗰陣只係老鼠咁細，仲大概150克，靠母乳長大，要到2歲先斷奶。北極熊，北極熊 Ursus maritimus 係陸地上最大型嘅食肉動物，雄性可以重到800公斤，毛睇落好似白色，其實係透明反光，皮膚係黑色用嚟吸熱，前爪好似掌咁，游水勁遠，可以游幾10公里，咬合力勁到嚇死人，係頂級掠食者，主要獵海豹，通常喺浮冰上伏擊或者破冰捉。程序係嗅覺定位、潛行接近、突襲撲咬。佢哋好有好奇心，有時仲會走近人類營地揾食。全球暖化令海冰溶晒，狩獵難度大咗好多，好多北極熊被逼要長途遷徙揾食。國際已經列為易危物種，係氣候變化嘅受害者之一。熊與蜂蜜，世界知名嘅卡通小熊維尼入面嘅維尼最鍾意食嘅就係蜂蜜。原來現實中嘅熊其實係更加鍾意食蜂巢入面嘅幼蟲同蜂蛹，因為有好豐富嘅蛋白質。雖然熊嘅身上有厚厚嘅毛保護住，不過佢哋為咗食呢個甜品，係要忍受大量蜜蜂叮咬嘅痛楚啊！保命 tips。2025年日本熊出沒創咗紀錄，捕獲咗12659頭，造成13人死亡同235人受傷，係有紀錄以嚟最高。原因係堅果失收，暖冬令冬眠延遲，鄉村荒廢。東北同北海道最嚴重，熊闖入住宅、學校、超市，甚至市區。環境省同專家建議預防措施，行山要帶紅鈴或者好大聲嘅收音機，最好同人一齊行。食物要密封，唔好留味，仲要帶熊擊退噴霧。遠距離見到熊，要冷靜慢慢退後，
千祈唔好跑，跑會激發佢追你。唔好望住佢眼，唔好背住佢。黑熊，大聲咆哮嚇佢，用武器攻擊佢面部或者鼻眼。佢哋通常怕人，如果成功抵抗，要快快走。棕熊，慢慢退，如果佢真係攻擊就要扮死，趴低保護頸、頭、腹，用背囊墊住，唔喐唔出聲等佢走。通用方法，噴霧對準眼被噴。多人時一齊大聲咆哮或者打開雙手扮大隻，千祈唔好爬樹，因為熊爬得比你快。出事就要即刻報警求救。